AI 開集程式內容，邊界喺邊度？全球最先進嘅 AI 突然向成人開放程式內容，呢個係技術進步定係底線失守 ？OpenAI 老闆 Sam Altman 親口宣布啦 ，ChatGPT 即將放寬尺度，容許成年用戶睇程式文學。咁曾經係最克制嘅 AI 公司，而家講要 treat adult users like adult。其實 OpenAI 一直都好保守啦。咁去年嘅8月，佢哋仲話為咗心理健康特登收緊咗 ChatGPT 嘅內容尺度。咁但係而家突然轉態，話只要通過年齡驗證成年人就可以接觸更多元嘅內容，包括程式文學。Sam Altman 解釋話之前嘅限制令好多冇心理問題嘅用戶覺得唔夠自由，而家有啲新工具去處理風險，所以可以放寬。睇落好似尊重用戶自主，但係時機好啱。當 Elon Musk 嘅 Grok 推出程式 Chatbot， 當訂閱用戶成為 AI 公司最大收入來源。技術冇溫度，但係用法有。我哋係當成年人係有判斷力嘅獨立個體，定係將方便同放縱當成同一樣嘅 AI 可以生成任何內容，但係唔代表所有內容都應該被鼓勵啦。尤其當佢變成一個24小時 on call， 完全配合你嘅存在。真正嘅科技進步唔係無限滿足慾望，而係喺自由同責任之間揾到讓人保持尊嚴嘅界線。當 AI 越嚟越似人我哋更加要問係咪所有似人嘅嘢都應該存在？商業同良知從來都唔係對立，但係當兩者出現張力，選擇本身就係一種價值宣示。科技可以冇邊界，但係我哋係用緊科技，永遠都需要心入邊嗰把尺。我係 Fanny，下次再同大家探世界。